聖經加拉太書4章第5節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，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。原來耶穌基督嘅降生，道成肉身在世上，為女子所生，生在律法以下。最主要嘅其中一個目的就係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。原來我哋世人在律法嘅監管之下，神愛世人，佢將呢個嘅律法俾個以色列人，俾我哋真係知道，俾人知道佢嘅掌管，有佢嘅規條，有佢嘅律例。信耶穌信神嘅得永生，唔信嘅死在罪惡過犯中。但係神願意差派佢嘅兒子耶穌基督，將我哋在律法以下嘅人贖出嚟，救贖出嚟，買贖出嚟。呢個贖出嚟係要付代價嘅，呢個代價就係耶穌基督嘅代死，叫我哋得着兒子嘅名分，好得無比。信耶穌，我係鄧英善牧師。